葉天士生於1667年至1747年期間，佢大概有80歲，係滿清時期嘅一位出色嘅溫病學家。溫病簡單嚟講係外感發燒嘅疾病。溫病學係今日每位中醫學生必須要修讀嘅4大經典著作之一。葉天士今次點樣運用心理操弄嚟提高呢位富家公子對治療醫足嘅依從性呢？話說當年出生於省總督府、家境富裕、醫風餐厚嘅一位廿來歲公子，喺呢年嘅秋天，正當佢個名榮登舉賢書之內，嚟到賀者絡繹不絕之際，公子兩眼突然紅紅腫腫，疼痛難耐。佢於是向葉天士求助啦。葉大夫了解後就向公子咁講：唔使擔心，呢個眼病佢自己會好返㗎。但係當呢個病好返之後嘅7日之內，腳底就一定會出現癰毒發作，成為不治之症喎。正因為葉天士對疾病生死嘅判斷毫厘不差嘅本領早已聞名天下，所以公子聽後既驚又悲咁向葉天士求助喎。葉大夫當時係咁樣回應公子嘅：而家唔係用藥嘅階段，先俾你制定一個做法嚟去驅散癰毒之氣。如果7日內冇毒發，先可以計劃下一步嘅治療方案㗎。葉天士當時嘅方法係咁嘅，佢囑咐患者要心無思念，盤膝靜坐，同時以右手擦左腳底36次，然後用左手擦右腳底36次，如是者每日7次，擦到7日後就再去揾葉天士嚟到去求診啦。公子果然按照葉天士嘅吩咐做足7日之後，又嚟揾葉天士啦。公子話俾葉大夫知，佢嘅眼病痊愈咗啦，但係唔知癰毒係咪冇發出嚟呢？葉天士聽咗就笑住咁講啦：之前係胡亂話俾你知關於癰發毒嘅一事。葉大夫進一步向公子咁解說話：公子係富貴人家，事事如意，唯獨性命一事就有所畏懼，唯有以死敲客，使到公子為咗保性命而只顧做足擦腳嘅功夫啦。癰係咩病？請你點擊呢集嘅標題，喺描述裏面閱讀，知道更多關於癰病嘅內容。如果你對今集嘅內容有分享，歡迎你喺評論區分享你嘅回應，多謝大家。